失败根本无算啥。青春少年兄，金牌比理想的脚网一步一步行。我讲大人怎样看我就是打拼做好人看。我的心头命向前行，创造好名声。愿讲头前风雨偌大，我一定打拼做好人看。不管山会放，海会大，我会徛伫这。唱我的歌，愿讲别人怎样看我就是打拼做好人看。我的心头命向前行，创造好名声。愿讲头前风雨偌大，我一定打拼做好人看。不管山会放，海会大，我会徛伫这，唱我的歌。这首歌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唱。回家，渐渐地去行，再会我的故乡甲亲情。亲爱的父母，再会吧。双手接我，斗阵的朋友，故事啦。最迷茫的梦想，不管如何，路是家己行，才发现。谢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的表演者，谢谢。我发现哦，这融合了所有我们的一些民俗的文化在里面，三太子搭旗，然后我觉得比绕境还要精彩耶！哎，怎么会想到有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因为觉得我们这个台湾很多的文化，我们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而且呢，爱火说我也观众朋友的了解，所以呢，我的带来是这个龙腾电音三太子。那我的呢是异想台湾剧团，他们非常厉害，是官将手。所以歌曲好像自己有在重新调整、重新编曲过。是非常用心。这是我囝哦，太高的所在，对不？这首歌嘛，徐富凯。哎，我囝，拍谁？我们家出去。我比天后。我很愿意，我谢谢彩华姐。对，真的哦，我觉得哦，彩华姐出现的地方，我觉得就感觉到很怎么样，受到保佑。波比啊，对，你看我这今天很用心哎，真的耶，很多巧思，双十。真的，我们看正前方给大家看一下。哎，真的耶，大家有没有来一点掌声呐？哎呦，还有这边，刚才美凤姐出来的时候，掌声很大声，她说哇，好美哦，好美。可是你们看到彩华本人，有没有觉得超美的？不要不，好，刚问好，刚小天出币也不发现。
没有，不是慈悲，真的彩华，我觉得真的哦，你哦是越来越美。谢谢。真的，我觉得就是那种善良的心，然后我觉得你把福气带给大家，自己也得到了很多正面的福气。因为我感觉人生吼，每一天我过得真快乐。虽然讲咱会当就是讲，应该说虽然会遇到一些负能量，但是我们要往正能量的方向去走。对，对吧？人生本来就是会遇到一寡一个考验嘛。但是咱过得好，爱个想活开，人生你就感觉每一个东西快乐。对，其实我们台湾人的精神就是这样子，遇到了困难，我们都不会低头，对，也不会放弃。而且咱台湾人就通足拍拼、足坚持、足没努力错，而且足勇敢。对，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是永远会传承下去的。但是呢，富凯其实我觉得很棒就是我觉得他在创作当中也融入了很多他自己的一些心境，然后今天其实带来的歌曲也是不断的把很多的曲目呢重新编曲带给大家。比如说像今天呢，我们有这个邓宇贤，他也是我们这个创作民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呢，我听说不管是望春风啊，或者一些好听的一些歌曲，富凯呢，其实自己今天也特别从这民谣当中选到了一首，我想可以说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首，然后想要呈现给大家，是不是？是，今天呢选了一首，我觉得这一首歌比较少人听到过，但是呢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叫做《许美短港调》。哦，有没有为什么特别选这首歌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邓老师呢，其实非常多的作品。那因为当时呢，我会听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台湾的桃园女儿凤飞飞小姐也翻唱这一首歌。是，所以今天想要重新的诠释呈现给大家。许美短港调。我是会听宝，有没有想听？人都尖叫声不断了啦，2万人在现场，所以现在我们先谢谢彩华，同时我们一起来听许富凯的歌，掌声欢迎，许富凯。后面的朋友，谢谢你们今天来。心肝想要甲伊断港调，哪知心情梦遥遥。
谢谢。今天非常的开心来到了桃园，参加我们的国庆晚会，然后祝我们台湾生日快乐，然后也谢谢我的粉丝今天到场来给我加油，谢谢。也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长官，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给我们支持打气，谢谢。接下来呢，我要唱这一首歌呢，祝福我们未来台湾越来越好，带来这一首《就好》送给大家，谢谢。3月的窗边，幸福的香味，阮为你有你的情景。离开已经遐多年，拢无你的消息。你敢有找到你的春天？花开已经过时，唔通搁再等你。阮亲像袂开的花蕊，青春已经褪了色，也无人来同情。若爱你，哪通怨恨你？就予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就予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秋雨的窗边。若是寂寞的心会当不是你。现场，你们的手机的那个手电筒可以打开一下吗？耶！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好美哦！谢谢你们对台湾的祝福，谢谢。花开已经过时，唔通搁再等你，阮亲像袂开的花蕊，青春已经褪了色，也无人来同情。若爱你，哪通怨恨你？就予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就予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秋雨的窗边。若是寂寞的心会当不是你，就予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就予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秋雨的窗边。若是寂寞的心会当不是你。谢谢大家，祝台湾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我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许富凯，再次掌声，谢谢他带来这么动听的歌曲。